另外替我理吼。好，要进入10条界进前，也是讲所有律例规定的进前，耶稣要先讲2个，吼，一个是心态，按一下吼，一个是心态，一个是思维吼。会当讲 attitude 跟 mindset， 啊，毋过其实嘛是共款啦吼，意思是有性吼。咱来看卖啊，什么款的心态，啊，甲什么款的思维吼。一开始，耶稣讲：“恁是地上的盐。”哦，耶稣甲这犹太人、上帝的百姓讲：“恁是地上的盐。”伊讲盐若失味，要安怎失味？要用啥物互伊的盐？要互伊咸起来，吼！啊，这对咱台湾人是无法度了解的吼。咱敢捌食过袂咸的盐，咱捌食过臭噗的盐啦吼，结规丸的盐。你敢有捌食过迄个袂咸的盐？吼！因为咱台湾人海岛，咱食啥物盐？海盐吼。啊，耶稣咧讲是啥物货？盐哦，就是挖矿出来迄盐，伊盐是一块盐，哪石头一块盐，毋是像咱食的安尼刷吼，伊是一块盐，啊，要安怎用？吼，就用迄一条丝仔甲绑起来，将要煮菜的时阵吼，得甲温一下，吼，温一下无够咸，温2个，吼，啊，煮汤咧。好多白丝啊，对无？吼，啊浸一下，吼，安尼浸一下，迄个汤就咸啊；温一下，迄个菜就咸啊。安尼温一下，浸一下，到尾即个石头呐，伊就愈来愈袂咸啊，是毋是？吼，所以耶稣要讲是讲，当你即块盐若无味袂咸啊，敢有法度阁互伊变咸？可能有法度啦，甲浸盐水啦，吼。耶稣咧讲，安尼就无效啊啦！你即个盐会好哪？迄伫外口，吼，无路用，哪本事？吼，好。第二，伊讲，恁是上帝国的百姓，恁是世上的光。讲即个光呢，你若点火、点灯，是要放伫迄个斗是啥物货知无？各位天龙国人，迄道是啥物意思知无？咱英国买米，即摆买米拢去超商拢包好啊吼。英国买米，咱用迄斗啊呐，吼。所以迄个斗，你若甲嵌伫火顶面，敢有光？无吼，伊讲火就是要放伫地台顶。你的光较会照会出来，较照会出来吼。就那亲像啥物货？你城若去伫山顶，敢有人看袂到？一定看到的。吼，耶稣讲这2个最简单的例，是要讲啥？吼，是要讲基督徒才有行为活出来。吼，那亲像光，亲像盐，吼，亲像光，像互人看到，互人食到你的味。啊，毋过奇怪的所在是伫对吼。这段经文奇怪的所在上尾啊，伊讲，安尼恁的光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到恁的好所行，来归阳光，互恁伫天灵的爸。咱基督徒吼，即款的观念已经做世界，对无？会奇怪袂？咱爱有好的行为。阳光归互啥物人？归互上帝。毋过其实这是怪的，这是足奇怪的。什么意思？过下这你若有好行为，阳光归伫对啊。你若有好的行做，你有好的行为，阳光归互啥物人？即摆毋是讲你家己哦，我即摆是讲别人。耶稣讲的，人会看到你的好行为。
要甲因光归互上帝。毋是，照理来讲，人若别人边仔的人看到你有好的行为，因光要归你什么人？你有好的行做，你有好行为，你有善行，你有听，边仔人看到要甲迄个娱乐、迄个因光要归互什么货？归互什么人？归互恁爸爸妈妈啦。不是，我不是在讲这个，当然是把荣光归给谁？你嘛，要甲迄个娱乐要归互迄个做的人嘛，是毋是？啊是安怎？耶稣伫讲伫遮讲，恁得爱有好的行做，好的行为，别人若有看到，就会甲即个因光归互上帝，较有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看到一个人有好的行为，你甲迄个娱乐归互上帝，毋是归互即个人？你无感觉怪怪吗？各位兄弟，我也是感觉这奇怪。好，人有好的行为，这人毋是娱乐伊，是娱乐什么人？娱乐上帝。这是一个最奇怪的代志。安尼，大家转来看盐甲光的特质啊。各位兄弟，咱伫食牛排、伫食菜、伫食饭的时阵吼，你若感觉即个菜好食，你敢袂讲哦？即个盐最好，会袂啦？你讲啥会最好？哇，这菜好食，这个牛排安那赞，这个汤安那好啉。什么时阵想到盐？啊？伤咸还是安那？无咸。意思是讲，你的盐若是恰到好处，就是完全发挥你的功用的时阵，你颠倒是隐形的，人看袂到盐啦，人敢若看到什么货？这个物件啦，好食，是毋是啦？阮兜的人拢讲我煮上咸，吼，因大概我若徛起还袂煮，无想到就先交代讲盐毋通安那，放伤济。讲奇怪，敢有遐咸？哦，难怪高血压。哦，好。光呢，各位兄弟，当你看一幅图，足水；看一本册，写得真好，你敢会讲哇，这个光足赞？会袂啦？你讲啥？哦，好，这个作者怎么样？写得真好，啊是讲哇，这幅图有够水啊！这个画家画得安那赞。你什么时阵想到光？哈？上光还是上暗的时阵？意思就是讲，你的光线，如果兄弟，你这个光恰到好处，其实你是隐形的，人袂去想到你，人敢若会去看到、去享受到你照的迄个物件的水会好。耶稣真正最厉害，伊的比喻讲这两个盐甲光。耶稣是要提示什么？盐有重要无？各位兄弟，有啊，无盐食的菜拢歹食去。光有重要无？有啊，吼无光你啥物拢看无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盐甲光拢毋是安那，拢毋是主角。真正的主角是盐要下落遐个菜，是光要照到遐个物件，迄才是主角。当人食物件了去想到盐，迄就是你的盐没有到位，无做到你该做的代志。若去想到光，就是讲你的光无够，
也是伤过赤目、赤牙。所以基督徒，咱有重要无？咱要行做脱好因行好的行为，咱有重要无啦？毋过咱是毋是主角啊？咱的确毋是主角，各位兄弟。当咱基督徒有好的行为，有好的行做，迄个阳光、迄个鹅拢伫咱的身上的时阵，迄表示咱是一个做无好的光、无好的盐。基督徒要爱安怎的行做，较会互咱的好的行为的阳光归伫上帝。要怎么做？各位兄弟，我都讲过啊。耶稣要进入讨论所有的律例规定的时阵，先讲这两个，一个是心态，一个是思考的方法。好，即摆咧讲心态。咱要有水的行做，我们要有好行为，是什么款的心态？是介重要的。如果咱的好的行为的心态是我单思好，做好、做敖、做温柔、做谦卑、做点点点，各位兄弟，这款娱乐甲阳光会走去对，会走去对啦，走伫我遮嘛，是毋是？大家斟酌看，招过来，招过来，我即摆咧做好代志啊。阳光归伫什么人？家己啊！各位兄弟，是安怎？等一个上尾啊！今天的经文上尾啊，耶稣讲到的，讲世事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上帝国。是安要讲即句？伊讲若无赢过经学士，就是文士，咱和本下来文士、经学士、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咱决断袂入上帝国天国。按耶稣安尼讲的话，法利赛人有义无？有好的行做无？有啊！法利赛人，我今日的周报封面有写，恁老师甲你看一下。因是最受尊敬的一群人，这一群非常伫宗教社会里面最重内面，犹太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群人，受到尊重。毋过伫新约里面，尤其在福音书里面，是叫耶稣美个臭头。耶稣美因什么会？嘿，耶稣美因假冒为善。咱台语安怎讲？假冒为善吗？咱是安怎写都袂记住。假，反正是好了，假冒为善。好，各位兄弟，假冒为善，那有没有善呐？表面上做出来有没有善？有。不要小看法利赛人，因为行做是水的。因为行做看起来是好的，因有在做善事，因有好的行为。不过耶稣讲，恁这行为是假的，是安怎是假的？假伫对，是做表面互看的。所以耶稣伫遮咧讲，上帝国的百姓，恁的义若无赢过法利赛人甲文士，因伫行做遮个代志，无资格入上帝国啊！无资格加做上帝国的百姓。所以不要以为法利赛人没有行这些好事情，因有行，毋过耶稣要计较的，毋是表面看到的。耶稣要计较的什么货？心内动机，咱做代志的态度，迄个态度，这是耶稣要计较的。所以，亲像一个好的盐，亲像一个水的光，咱行做出来的时阵，别人若甲这个阳光娱乐归予上帝，表示咱真正是真实，迄个态度是水的。耶稣要计较的是这。来，
这是个介重要的心态态度。今麦来，我要讲的是思考的方法，就进入好多咱第二，咱洪长老所念的第二个部分吼。无得拍算，我来是要废无律法，也是先知。我来毋是要废无，是要应验。各位兄弟，若讲到律法甲先知，什么意思？这犹太人的专有名词啊！犹太人的古约，犹太人的经典三个部分，一部分上重要叫做律法。妥拉，吼，就是咱讲的摩西五经。第二部分叫做先知，甲咱基督教讲的先知书无啥共款。吼，律法是咧讲啥货？摩西五经，先知是咧讲后壁这八本册，吼，咱无当作是八本哦。约书亚记、属书、撒母耳，咱分做上下，哦，应该下这会。列王记因分这上下，咱分这上下因下这会。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，个12小先知，这叫做先知书、先知书。第三个部分叫做诗篇、诗歌，哦，就是39卷扣掉这以外的，伊拢甲放伫诗歌。哦，伫犹太人这律法的先知是最重要。是规范因的生活行为的准则，是最重要上帝的话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来唔是要废无这个物件，是包括啥？包括所有的摩西五经，唔是咧讲十诫那尔。好，十诫敢若记载伫出埃及记，甲民数记，吼。耶稣咧讲，伊无要废无的，不只是10条诫哦，是全部。尤其耶稣安怎讲严重？伊讲啥物？伊讲律法的一点一画，也决断袂废无。伊咧讲啥物意思？啥物叫一点一画？希伯来语吼，一个它的字上面的。那亲像咱咧讲注音符号，哦，那个一点一画也改变它的意思的。所以耶稣讲一点一画，也拢无要废无。伊讲到拢总正，所以既若毁坏者的诫命，至微细一条，说安尼启示人的，伫天国要称作伊最细微的。各位兄弟，是拢袂使废无的，拢无废无。各位兄弟，咱即摆基督徒有无？有废无无？基督徒有废无无啦？各位兄弟，咱敢有遵照古约者咧过生活？迄若有就害啊！咱上爱食的海产拢袂当食啊，蜇仔、蛤蟆、虾啊。鳗、鳝鱼、鲨鱼烟，拢总袂当食哈。所以基督徒介聪明，基督徒安怎解说？基督徒讲律法有2款律法，一款叫做仪式性、礼仪性的律法，好，包括记载在利未记啊，盖者要爱安怎穿衫吼，安怎包括追这一共这是仪式性的律法。另外一种叫什么？道德性的律法，好，包括10条诫，道德性的律法。第新约以后，只要遵守什么道德性的律法，因为耶稣已经够完全啦。各位兄弟，耶稣敢是安尼讲？耶稣敢有讲，迄律法甲先知吼有分2种，一款叫做礼仪性的律法，一款叫做啥？道德性的律法，吼，所以这么对我开始，迄个仪式性的律法拢安那废无，咱只要遵守道德的律法，敢是安尼？各位兄弟，无啦，
耶稣毋是安尼讲，啊，毋过这吼，我伫心下伊嘛是安尼教。我跟你讲，另外一款会解说，咱来做一个选择。我认为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耶稣不是这么讲。耶稣尤其伊讲一点一话，安那拢袂废无。系啊，安尼若真正要照古约，遐利未记，吼，写的遐规定，咱真正系啊。我们不可以穿混纺的衣服，知无？那是死刑。就是你的衫，干那一款原料啦，各位兄弟，恁知影，咱知影，咱这么穿的衫吼，没有纯的，写纯棉也是骗你的，一定有别的原料进来。啊，那真正要照耶稣讲，咱生活唔免过啊，真正唔免过啊。啊，不过耶稣你讲唔是这个意思啊，各位兄弟，伊绝对唔是在讲这个意思。伊咧讲的是啥物货？遵守律法是守迄个律法的精神，唔是守迄个律法所规定字面的意思。是安怎我敢安尼讲？我虽然今日无入笔，伊开始耶稣开始解说遐律法甲规定，啊，毋过我先念一段，咱今日经文以后迄段经文吼，21节开始。耶稣讲：恁捌听见有对古早人讲，唔通害死人，害死人会着受审判。就是讲和本就是写说，不可什么，不可杀人。十条戒第几戒？第几戒？第六。吼，介重要的吼。第五是大家友好父母吼。第六。唔通杀人，唔通害死人。耶稣讲唔害死人，耶稣是安怎解说？耶稣讲第22节，总是我甲恁讲，既若受气伊的兄弟的，爱受到审判；既若对伊的兄弟讲拉家的，爱受到公会办；既若讲无理的，就爱受到地狱的火。10条戒是写。唔通啊啦，害死人。耶稣的解释是讲，唔通啊啦，受气，唔通受气你的兄弟啊。你若骂你的兄弟，拉家就是废物啊！哈，骂你的兄弟魔力笨蛋。你骂你的兄弟废物笨蛋。其实就等于是什么？豺狼！哇，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才四几届去啊！各位兄弟，耶稣是咧讲啥？耶稣是咧讲，咱人甲别人迄个心会和好，迄个无爱去仇恨的心。律法的规定是唔通害死人。毋过耶稣掠着的精神是，你毋通心存迄个仇恨、仇恨的心底下，这个才是律法的什么精神？这个精神，各位兄弟，咱大家掠着迄个圣经教示的精神，这个圣经的教示较有法度，会当伫无共款的世代，伫无共款的文化。拢会当适用。你若干那要照迄个圣经的经文的表面去理解，去遵守，这个上帝的话一定会受到限制。不只是限制，一定会被扭曲，伊的意思一点走不去。我今天不要进入这里，我要回到好多讲的。耶稣讲，伊来是要成全律法，唔是要废无。事实上，咱若四福音看有识，咱会知影，耶稣是 trouble maker，伊拢无咧照10条戒，
的表面来做，是不是？第4条界有够严重的当守安息日，耶稣就不是伫安息日安那创工对无？创工逼工伊地啦，啥物货？耶稣拢经安息日，伊家己讲唔通安那废无，可是他天天犯规，所以各位兄弟，耶稣伊家己一个表现，伊真做一个模样。基督徒，咱若要遵守律法，咱若要遵守圣经的话，咱决断唔是看迄个话的表面的意思。咱若干那要用表面的意思，各位兄弟，旧约圣经内面介济经文、介济规定律法，咱是守不了的，我们是守不完的啦。所以，今麦台湾社会基督徒在欺负同性恋者，讲这是圣经所写的。各位兄弟，我刚才要提醒，无遐简单。你得去思考，迄个规定，迄个精神的对，那个意义在哪里？无遐简单，唔是你看到啥，你就要照迄个来遵守。你若要安尼做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我真正要提醒，利未记内面有侪你连想都无想过的代志，迄你咱拢无遵守着。利未记内面有侪你连想都想不透，为什么会这样规定的代志，咱拢其实无照安尼做。搁一解来提醒，耶稣伊所讲的。上帝国的百姓的义，若无赢过法利赛人的义，是无资格称作上帝国的百姓，决断袂进入上帝国。耶稣要讲的意思，真正毋是基督徒圣经安怎写，你得安怎遵守，毋是，这是法利赛人所做的。法利赛人真正是圣经安怎写，伊就安怎遵守。甚至伊遵守甲比圣经写的更较detail、更较细节。毋过，这个法利赛人，因真正无去掠掉迄个圣经所教示的律法背后的精神，因无安尼去做，就是无安尼做，会愈做愈糟践，愈遵守愈奇怪。直到有一天，上帝要讲，因的行做是假冒为善。各位兄弟，圣经的教示，这规定，这律例，那互咱基督徒摕来去迫害别人，那互咱基督徒摕来去限制别人。各位兄弟，咱大家开始反省，咱是毋是有掠到这规定背后的精神？是毋是有掠到这律法迄个意义？因为若照耶稣基督家己所掠的，上重要的两句话尔。你大爱听上帝，第二句咧，大爱听厝边。基督徒所有遵守律法，也是去要用律法去放伫别人的心上的时阵，若违背着这两条，基督徒得停落来思考一下，安尼做有听上帝无？安尼做有听厝边无？你若感觉怪怪，你得停一下。若无，耶稣讲的话是严重的。伊讲，实属恁的义，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天国。就是讲，各位兄弟，法利赛人甲文士，因遵守圣经的教示，是干那遵守表面的，无掠到意义，无掠到精神。毋过，检查因真正有伫做，
法利赛人做出来的代志，咱无一个基督徒做会到。伊一礼拜禁食2天，咱讲有，各位兄弟，因绝对遵守10亿奉献，咱讲有。